第二个呢，发殊胜菩提心的方面。发殊胜菩提心的方面也是分二，发心的分别，然后正式发心，第一个发心者分类，以心力差别可分为3种，如国王之发心，如舟子之发心，如牧童之发心。那我们就是现在在这里呢，就是有发心的部分。发心的部分呢，就是有发心的发心的自信，也发心的这个利白，然后如何发心，以这样的3种区别来看，然后弥勒尊者所讲的，弥勒菩萨尊者所讲的，一切为他发心故，求得圆满菩提果。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为所有一切众生的发心，都是为了要得到能够可以得到这个圆满菩提心的主要的用意所以还有另外呢，就是自利利他指2件事那么我们就是有这个发心的方面，第一个是发心的自信，发心的利别，发心如何发心有这3项。那么接下来就是还有那个怎么说呢？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的2件事。第一件事是利于自己第二件事一样的利于他人。所以呢，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自利利他。所以就是有怎么说呢？那个以慈悲为利益一切众生，以智慧把一切众生解脱到菩提果位的这2件事，那就是慈悲与智慧的怎么说呢？那个设置这样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菩提心。然后以慈悲与自己，或者是以智慧为他人，也这样讲也可以。但是这个菩提心当中呢，就是有行菩提心跟圆菩提心，圆菩提心跟那个行菩提心，还有那个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以这2者的分别也一样。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不是就是不弄就只是一个一般般的。那我们在修持密法的很多的仪轨当中，我们就是修诵仪轨，是为了能够可以升起菩提心的一个缘故这样也是有说，但也是对的。但最主要呢，就是还是在内心里面，就是通过四无量心的修持，能够可以产生菩提心，才是最为正确，而且是最容易的那么前面这是就是大部分的人那么就是少数的人来说的话，就是只是通过仪轨也能够可以马上升起那个菩提心的，当然也是有的，这个就是不同的所以就不能说一种方法是针对所有的人，就是适合所有的人，那不能这样理解，永远不能这样理解。但是有多种方法，就是针对是多种人，或者是那个大致上大部分的人是可以这样，但有些人就比较特殊的那可以这样讲，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以根基不一样的情况下会有这种2者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然后这个来说的话，就是也是相当就是我们正见感，还有那个推理，像比如说那个我们就是在怎么样的去消除业障，然后怎么样的去我们真正的看到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善，真正的恶，或者说我们大概推理说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善，或者是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恶，也可以这样去想。那然后有许多那个众生的他的根基的区别就是非常大的。如果是根基呢，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有些人只是就是在仪轨当中看到一句词，就马上得到了想要那个
羞耻的或者想要发菩提心，一发菩提心马上就能够可以在得到感受的，这样也有。那根基差的情况下，那就学修了很长时间，但也不一定就马上会得到成就的，这样也有。但是在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他的根基是什么样的，你只要认真的修持，是有功德跟价值，会有该有的成就。但是因为过去的业力的大小不一样，所以根基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必须得要知道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就是根据自己的根基发心的那个方式有国王一般的发心感，那么周子一般的那个发心感，然后还有什么那个牧羊人一般的那个发心，这三个都是有3种不同的发心嘛。得到就国王一般，我们就现在在这里有解释那个国王一般的发心。国王呢，就是所有的国王们先把那个消灭他方的对自己不好的，然后就是有得到自己方面的自方的拥戴嘛，然后自己就登上王位了嘛，然后接着维护属下臣民。同样的，希求自己首先获得佛果，然后呢，再将一切众生安置于佛地。这种发心称为如国王之法心。所谓诸子及船夫，他们欲求自己与所有的乘客同时到达江河彼岸，同样。需求自己与一切众生一同获得佛果，这种发心称为如诸子之法心。牧童们为使牛羊先是草饮水，免遭豺狼的猛兽的侵害，而将其赶在前面，自己随后而行。同样，需求先将3界一切众生安置于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以后，自己再成佛，这种发心称为如牧童之法心。其中如国王之法心称为广大意乐之法心，即心力下等；如诸子之法心称为殊胜智慧之法心，即心力中等；如至尊弥勒菩萨的法心。如牧童之法心称为无与伦比之法心，具有百般巨大的心力，如至尊文殊菩萨的法心。讲到的部分就是发心的这个3种发心的这个区别跟还有为什么有3种发心，那么就什么样子的人才是第1种发心、第2种发心、第3种发心，其中的哪一个都是要靠自己的这个心量。心量是什么？也是可以说是根基。那么在过去生圆满的智慧，或者是现在修持的，就一开始我的发心是比较没有那么伟大的发心，那当然就是应该也是差不多就跟国王一样的发心。但是修持修得更好的时候呢，就变成更殊胜的发心，都有这样的可能。所以就是一定要修持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见解感，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若以地道界限来分，前有4种，什么资粮道、加行道，什么圣解行发心，以地指7地及清净意乐发心，3清净地，8地指10地即一手发心，佛地及断障发心。然后我们这样的发心的，就像比如前面我们前面要稍微补充一下，前面我们所讲的就是大发心智，相当于就是在文殊菩萨一样的这样的发心。如果说我们修持的整个的过程有这样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话，那么这也是有分为3种
根器，然后就是下根器支，那么就是有33个大阿世期间的时候就会成佛的，然后中根器支呢，就是有7大阿世期间就会成佛的。那么在上根器支来说的话，那就3大阿世期间就能够可以成佛以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就非常殊胜就是大乘佛教的修持方法那么这个跟有那个怎么说呢，密乘大圆满法的有些这个解脱的这些方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要分那个分的就不一样然后比如说什么样子大概是什么时间呢，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一个世俗菩提心，真正的产生世俗菩提心，跟真正的产生那个圣意菩提心，以这样的去讲的话，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相当就是质量到的时候呢，真正的会能够可以产生世俗地的菩提心。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是相当就是我们质量道跟加行道，然后见道这3个本来说到，就是质量道的时候呢，就了解了知这个菩提心的内容。那么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所谓的菩提心。了解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说所谓的菩提心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是大概就是有次于上将的这个菩提心，我们就可以了知它的内容。那么这感受就是真正的自己的内心当中就是会有产生这个感受到，然后在得到这个见解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那么就真正的会开悟真正的开悟，真正的可以了知菩提心的一切的道理，而且是会真正的产生菩提心，就可以这样的简单一点的这个解释的话，若以法心本体来分，前有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2种。世俗菩提心又可分为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如信论云：如人皆了之，欲行正行别；如是智之之，2行次第别。比如一人去拉萨，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开始解释那个行菩提心跟愿菩提心的方面。那么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都是在这个世俗菩提心当中的。我要去拉萨，同样首先发愿，我要令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犹如一行为愿菩提心，已经准备好了真正去拉萨途中所需的苦粮、驴马等候，正式启程上路。同样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而真实修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6度，犹如正心为行菩提心。那么前面相当就是一个人想要去什么地方，就比如说你今天从台北要飞往美国，或者是要去美国做事情，或者是要去拉萨做事情，那你就必须得要具备所有的要去的路程所需要的东西。那个同样的，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准备要成佛，我们要成佛所需要的，那么就是经过就是大乘的6度波罗蜜的这个过程一样的，按照这样来可以进行那么进行的方面去修持圆满，然后真正的这个行菩提心的方面。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当就是在不光是说我要去拉萨一样的，就是我就一定要知道修行的时候，我要为了所有的众生，我让所有的众生解脱，所以我就为了所有的这众生，那我就就是要做布施
修那个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等这样的一个六度般若明的完整的过程。如此，行菩提心为世俗菩提心，在资粮道、加行道中依靠世俗菩提心，经过长期修行之力，最后于见道中现见诸法实相真如，证悟远离一切细论空性之论空性智慧之实义，此为圣意菩提心那么最后达到的就是圣意菩提心。那么圣意菩提心来说到，就完完全全就是远离了一切这种分别念，相当就是我们就回向的时候，就是有说那个三轮体空嘛。那我们就是达到的时候，就是要发心指自己跟所谓的发心的法，然后就是发心者对境都已经达到三轮体空，然后就完完全全就是在那个一切是轮空性智慧指示意，就是相当就是没有任何的，这就是真正的事实，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虚假的有这种的分别念，断除一切这些分别念，那么就是这个叫做圣意菩提心。没有达到这个之前都是在世俗菩提心。那世俗菩提心来说到也是有两种嘛，就是相当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那么行菩提心跟愿菩提心这两个来说到，就前面呢就是我们就先是愿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行菩提心这个区别。然后这第二个就是正式发心。哎呀，那这个方面就今天就到这里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在下礼拜五的下礼拜六的时候，就是我们继续讲，好不好？自本作为着